修捷运松，有本其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啊！臣捷运松官卑则为难解天用，过儿貌似君杰，放肆！云松你，太子殿下有所不知，这钱云松乃是铁神府五部尚书监视前的公子。哦，就是那个亏空了不护旧区38两黄金的前世钱。真是朝廷以你领区位出战，钱云松臣才。你不亏空国库，贪污旧事，欲还本贵节，狼狈为奸，况且脱了也是生阴之术，做出此次缺失之事，真是死不足惜。你不知闭门思过，据说欲旦顺昌丰功，体无有罪，得到何才？死罪！来人呐！且慢，殿下有所不知。陈传昌进宫，并非体无有罪，而是他是一片消息。一片消息，臣知道，今夜殿下夜夜忠诚，曾专程前来为殿下托付，并写上这梅花图一幅，以表臣之一片消息。梅花好心，小翠凤一份美朦胧，莫非花配似雨？小许做三翠梦，梅花唐人俱不惜，多彩美云光风风，月光并去傲王推。
本王佩服你的胆量，你一幅梅花图又有何用？30万两黄金何此行踪？7岁，陈嫔妃写话要从，儿时这幅梅花图以你重大。父亲当年做了惊天之恶，恐少儿有罪难辩，有苦难言，故命中作图，途中相遇恩师，将此事来龙去脉，藏于梅花图中，千岁明辨。哎呀，千岁呀！此今前朝太师一事，万当三恶父子，此事真为难辩，似乎得真了啊！千岁，30万两黄金失踪以外，牵连甚广。当初万岁对此案的正位，也是一筹莫展，显而易见。高大人，此言差也。前世前亏空国库中许，天案是三。太子殿下对此事已有明道，实证当初万岁对此案的准备，也是一筹莫展，悬而未决，分明是想推出皇上来压制天下。高大人，你居心何在啊？吕大人，你啊呀，千岁，臣平无此意啊！30万两黄金，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其实一个财政之子，寥寥数语就可洗清财责的。30万两黄金，由来此就有去此。请千岁宽言不逆，臣放心出力，一定将30万两黄金交还国库。到那时，臣府的冤屈，不争之民，不偏私去。倘若你所言不测，非不为那30万两黄金里，臣才当之。好。本王言你8日之内交还30万两黄金，逾期不回，本王派天发报，命你就错。臣领旨谢恩。你算苍东宫，金钱无障，今日本王查不略识破阵，岂不足你嚣张去也？来人呐，将其容庭上而等，查查宫门。也许欺君的另有其生理，去把这幅画送回去。是。千岁，你把娃挽着他，就不怕他销毁财政？什么财政？不过是前元宋余小所为。千岁圣明。不过此案已经破夺，本王定要层层落花，将此案弄个水落石出。黄金是从来，四国金钱是大难，好天结果这阵风，喜地
报称。今日有不明身份之人在此游猎，我们四此一比，不也可疑目标，一力绞杀。杀身文大路被人识破，就是赢了我。大人，前面有可疑之人，素不欺山，逆用瓦贵。本毛应按照官位，一看就是京中人士，杀！
地下的拍马。公子，白马送。这些公子。我这是在哪里呀？头月里头难谁？举步维艰。为什么光地我才曾记，求神暗中窥视团阴机，为什么江南关他破衣
青梅似彩色，盘马锁关头一个词句，莫不是强奸于罪，前门开幕藏冤情，他们他的眼放梦转多，他不去陪也非议。我不能再次细细把身去，茶菜花放明镜，四泡哈梦街东云哎呀，你怎么出来了你什么你呀，我的长这么大不会叫声啊？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我的头好像被长过，而且长得很厉害。那你现在还痛不痛啊？还好，还好。哎呀，太好了！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我见你回来的时候，你是吃什么吐什么，吐了3天3夜。3天，已经3天了。多谢他这救命之恩，告辞。哎，回来！你不想我啦？你的病还没有好，怎么能走呢？你呀，就像跟西厢房的金云生公子一样心急，病没好就要走。你说谁？叫那前夫见公子啊！原来他在这里。哎，你知道自己叫什么吗？那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怎么脱盔伤人啊？哎呦，舍不得你啦！你知道我是你什么人吗？我是你姐姐，我要是忙你当督当的。你是我姐姐？是啊。那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邱永华。你叫邱永华？那我该不会叫邱富贵吧？哎呀，你真聪明，你即将叫什么？叫富贵。你姓邱，我怎么姓艾啊？那是因为我们不是亲戚的，你呀是我接来的。哎呀，永华姐姐，现在我什么也不记得了。麻烦你呀，从哪里见到我，把我送到哪里去吧。你在姐姐这里吃了3天的盐饭，难道就算了？姐姐母子开饭馆的，可不是是这碗的。你不是生我这3天吃什么吐什么吗？吐出来的东西一样也是钱美
弟。哦，那你要多少钱？3两。多少？3两。哦，哈哈哈哈哈！才这么一点啊！快去我满他。好，拿来，万金利。我也没有赔你，糟糕！不好意思，我身上没预出钱的东西了。永华姐姐，有道是君子施恩不图报嘛。哎呀，我也不是君子了。那你要怎么样啊？你在姐姐这里吃了3天的盐饭，就要帮我做3个月的后记。啊！吃了你3天的饭，却要帮你做3个月的伙计呀！是啊，3个月没了，我才能告诉你你是从哪里来的，放你走。你简直明枪嘛！哎，你这个人有没有读过书啊？知不知道一滴水的恩情要什么？要用一桶水来报的，何况是救命之恩呀！好好，我替你做，替你做。那个救命恩人，能不能先借我吃点东西？我肚子很饿。知道了。哎呀，永华姐姐，说话声音能会轻一点。我们山里人总去说话特别响，以后就习惯了。永华，哎，来了。富贵，你到厨房将羊炖出来。哦，这样的女人怎么嫁得出去哦？传从去，秦公子，来下杯茶。八日今夜将临近，一日莫在。
我忙与夫妻相。满意呀，我是猜的。满意你猜什么猜？讨厌！去。公子，谢谢你。简公子怎么会认识你？简公子出身名门，他的母亲是个大大的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富贵。富贵啊，你的丧事回救父亲，触怒了太子殿下，被殿下赐予廷杖，带上官路。以至于一病不起，那为何不得应伤痊愈，再以官路啊？因为事不无退，倘若8日之内我无法兑现诺言，太子要代替这方面我满门。这个太子真不是个东西，你动不动就有私人见家，那个皇帝也太不像话了。写了一个自以为是中间不放的太子来结巴，你怎么骂皇帝呀？我骂皇帝关你什么事啊？骂皇帝是私财，天高皇帝远，也得他听得见啊。可是我听你骂皇帝，心里不舒服。那是你没有听习惯，听多了就习惯了。哦，哎，用啊姐姐。刚才你说给他了用，吃身体补身体。是啊，你看他平平稳稳的样子，要乱吃也要吃死身体啊！他客人这样可以用生理去性切身，管理之去客的啊，活动穿戴母真实为一起兼顾，一定有用的。你是郎主啊，略懂一二。哎呀！富贵，想不到你肚皮里的东西蛮多的嘛。那好，等下呀，我去请你做饭，你陪着给公主解压。好。哦，婉瑜，你穿的这件衣服到处都刮破了，穿在身上不像样。去到里面玩一件，免得让左邻右舍生我虐待小姑。哎，转来。我可告诉你呀。你在这里做工，这一不能推来，哦，这二不能与客人吵架，知道了嘛？我从退款这个小三家洗屋洗澡。哎呀，笑什么？这是不能推与漂亮妹妹钢琴马巧，这五。不准和你顶嘴，不准动他喜欢，不准多过，不准退几下，不准当局骂呀！对，你说的对，自从富贵进殿门。
人虽熄灭情灭悲呀，我才过于旁美呀兵，莫念春风修永居，真情不才欲断背。我这就是无上的千岁，全做了暖老稳定长下呀皮呀零后个零后一老哎呀，没想到本王此番大案，还查出民间的录取来了。啊，来啦！满嘴，满嘴，最好，最好。啊，客官，您此殿还是当监啊？殿下，奴才没一定找了你好几天，你这是干什么？要是被吕大人、高大人知道，非我不了我的皮。有本王见你撑腰作子，怕什么呀？殿下，啊，客官，小弟有酒有饭，您可以稍歇片刻。哦，坐。客官，请坐啊。哦，坐。哎呀，没意思。客官看你风尘勃勃的，一定是晚乡人过路客。看样子你脾不得好，要不要吃了饭以后立定小子？好，不太好。什么？他说他吃了饭去醉。哦，对，我吃了饭去醉，叫我到哪里去？啊？是什么呢？他是我为了。对，我为了。哎呀，那你为不快去当酒菜上嘞？好嘞。你理，你在骂我啊？不，他夸你经历的什么？要是才厉害，就是10岁聪明能过。有啊。来，我惦记什么呢？趁得小店了，以后多多关照。去快点。老婆那里死了，不好了！你怎么认罪呀？给罪的是我，我为罪。殿下，范姐。哦，大姐不好意思，我下次补上。什么？你想吃霸王餐啊你？御用啊，大姐，我看他呀不是这种人。算了，叫他下次补上。你偏能瞒他嘛？不行，没遇见送衙门。哎呀，大姐，他这样吧，我来替他还。你替他还？他是你什么人啊？什么人都不是啊！我想啊，绿的神情态，才好办事嘛。哦，对，谁一定帮忙？算了，送回去。你要是下次再吃霸王餐，你死定了你！你要替他多为我当工，半个月啊！你等完。
用娃姐姐，不晓得的出了什么事啊？没什么，到花坛里死了个人。哦，秦公子，你怎么想上啊？我是重复了富贵的房子，并渐渐有了起色。富贵，谢谢你。啊，我想起来了，今天的牙我没有剪呢。秦公子，你先坐坐，我去为你剪牙。富贵，好好照顾秦公子。好，多谢用娃姐姐。哎呦，富贵，请坐。富贵，我想求你一事。何事？说吧。我想请你夸一幅画来。傲雪岭上梅花图。是啊，我要用这幅画来洗清我弟弟的不怕之冤。哎，你父身患何财啊？关系到30万两黄金的金铁塔案。哦，30万两黄金呐！是啊，如今太子结果所托这张，为他到万病之际救出母亲，我是夜月夜作难走良策。马内后怎能用这幅画来释放业务，好赢得那8成去也？且坐，你胆子不小啊！殿下，殿下，才是殿下。富贵，哎呦，讲得不轻哦，秦公子，你不是太子殿下？我是不是很像太子殿下？你见过太子殿下吗？虽然见过太子殿下，可是我没有过正眼看他。为什么？自出天意难应对呀。富贵兄，你刚才说我胆过欺君，你指的是？这幅画呀，你说你用这幅画赢得了817爷，那不欺君是什么呢？富贵，依你看，那太子对此事知道多少？也许他早就观察了你的偏曲，他不揭穿你呀，一定另有所图。富贵，现在也许只有你能救我了。怎么救？富贵兄啊！我弟弟当年做长陈阳，为国无尽逆相从，运送我愿为此事翻故里，愿拼结交佛剑中。难应同举兄长，冒名顶替，谁云送？去为黄金30万两，我千两把银钱你过。秦公子，来，走啊！不对了，秦大明他不睡了。永远是风中白
救兄他结拜老女生元岁，还别归堂不是梦。这姑嘛，哎呀，不要这个那个了，我都知对啊。金公子，来先下药。他不去，我去。你去，我是不去。富贵兄，我求你了。好，有道是九省一命，胜造七级为度，何况是九朝的性命呐！好，我答应了。不过这千两怕命啊，可以免了。哎不好吧？简公子的一片心意，我得收了。你又不出来，拿什么钱啊？谁说我不出力？你去帮秦公子，我去帮秦夫人。哎呀，这都是个好主意。富贵兄，来。夫妇同心，族长容易相信，事情也许会办得更顺利。当真啊？真。果然。哎呀，为知无故去冒名，富贵用瓦亭连理，曾经沧海难为水，自强无山不是云啊。吴山在什么地方？在情人的梦里啊。原来我在你梦中，在你的在梦里，你我家伴与情深，梦里相逢不惜我把你从头看到底，你哪有一点羞涩语？他不是新公子，他打了兵家半继父，万能不到你说我他还什么？谁呀？谁喜欢你什么？不善于用我最最呀，你我原是嫁不去，不善于没有语。是不允去雨，你不懂天文建设地。哎呀，富贵兄啊，用话这不认真，你还需深深说有啊。深深算有，也要他为系灵通才好啊！富贵兄，此去我家乡冒名，小弟有几句话必要叮咛叮咛。富贵兄，我从小生长在京城，做人从未见过我，不过我还有事。好，我一定气死他到君临天下。哎，见过是你好像变了骨折啊！哎呀，你有事啊？你想说是他还是他，且是他，算
内在海明，内府他父王爷，内府他父。哎，有啊，现在你可是我爱富贵的老婆假的。你跟他是真的？要你管？简家做长好大的家子，难道他不知道简家巨款完了吗？是此列满知府大人，简直是莫中不手，国王之权。嘿嘿，钱家子私退属乡，他俗人都什么事都交集，我的是6万多他生来心，叫我这是一定要承上平衡，好把钱家是一万劫不图的事情。省长平和，遇了钱，简家岂不是没材料吗？臣是送到法场上去明正地营的，至于钱嘛，是送去给送的神的。哎呀，大人高明，大人高明！哦，老夫得久等了，老朽得罪了，得罪了！哪里？下官得知前公子从京城而归，他的前来拜访。老夫得的消息好灵通啊！他夫妇也是刚刚到家。夫妇啊，这个嘛实不相瞒，老朽等也从未见过他人，如今匆匆而至，也有大事要办，故而老朽还要收拾他人，以防不测。应该的，下官也可以替着上把关嘛。那好，来呀，有请公子父我。
萧瑟水门破局边，自取黄金所见当。城堡瓦当心惊慌，胸口于是小罗场。拜见各位叔公长辈，怕了，快来见过知府他神，见过知府他神。不管，同朝为官，不管局长，赴台为政，不管朝事，请。看君子不问功，看你态多用功，看气质多高贵，看眉毛多威风。举止行动能培养这天生的风光，分毛冲。老兄也是这样看的。你见到钱郎也是小闺女吗？哎呀，千金小姐，小不如此，一不同群。你早点讲嘛！早就讲了，不得了，是你呀，不长记性。错长，小车久离家乡，系长辈见面。错长一想身体可好啊！老兄子自从苏东落人光，月朗风顺两顶上，自愧他年多余等，不及青春少年郎。这哪是自然的呀？长江水浪培养新郎，新郎死在沙崖滩上，一代更比一代强啊！3年都一人来花到老不得香啊！说得好，说得好啊！现在你来看，这是什么？一户千金。一无千金，怎么这么贵？据闻爷子才高不断，月官古今。请问爷子，领政大人正老许这一户千金的条幅，是何好
理呀？哈段子也闻听中言，中流上团，也不亲近，父乃不如意，孩子可以气色，若是为之于妖贼，中流上团，既不欲要，可助救生之取。我弟弟于危难之际，蒙察长插水相救，明恩对佛，关节在心。故而曾与错长这业务千金，一时情义无价，永不相忘啊！死气死气！这妖贼嘛，我也知道，莫算的先生。叶子，请坐，请坐。钱夫人，钱夫人，当时也曾得一场恋，君子技巧，可无下联相对。今日想请钱夫人一见困惑，赐予下联。对了嘛，对，不知上联是天上月，即水中月。好，此联听来平台附近，记得往常疾风。这天上月即水中月，指的是同一个月亮，也是有我。比比那字的话，对字的郎来得容易哟。严先生啊，新上人，严先生，新上人，这人是同一个人啊！对呀，不许错，你不许错呀！对了，听说紫金东红配月女，一样须配玉金星，结子种子天光彩，拨开云雾三月明。先生，林正大人当年与我曾有约别，他有一些贵重之物藏于家乡，具体情况也则应该比我清楚。我这里有林正参发的一把叶子，今日完璧归巢。来呀，把老夫的包取来。是，这把叶子是何意？实不相瞒，这是当年老薛其他生的一个约定。老爷，大事不好了！怎么了？余生把叶子给抢走了！什么？抢走了？谁？是谁？我婶来呀！我想抢呀，等花回来，这里的头全部拿下！他这是何意呀？向我拿头！孔子解玉颂节子万岁，跪下！奉天圣谕，皇帝诏曰：翰林院必修前玉颂，顺利之顺，为天道人员，清腾国库，自为国政，请求皇上即在当主，发令江南之父及那前玉颂一官审完，无需审问，明日无日，求的走吧。
田林松有一日不明，请教他生。讲云松插经之时，曾于天下压下87爷，是今80的冤，岂为差儿反儿？是你称，你真是称道绝子。我看你呀，也快死了，我就让你死个明明白白。想当年，万党作权，太子权势熏天，乱党人物谁不知不觉，一头生气。太子爷要你无情把国库军需转到他的名下，配刘大人岂至于你无情交接？你无情养父一位，私自将38两黄金推入朝京城，要等我刘大人在太师爷面前交不了差，万他的掉了脑袋。啥不知少林风云特别，太子18辈子，我们刘大人的前人就算是彻底还了。这样说来，我母亲也算是有恩于刘万禄。不过，以他这叛国孽党的罪名，早就该发查我诛了。说得好，正因为你母亲得到的太多了，所以早就该死了。我明他了。他们不是要害我，是要害亲公子，是我们运气好，死人落荒了。运气好，我运气好，不会，我冤枉啊！我不想
陪着你一起走。你陪着我也不想死啊，富贵。富贵呀，想什么富贵欲用我啊，不得凤冠显皮甲，冒什么官情，配什么礼节，情银黑还是了账，秦公子，你真是我今生的谋长，前世的冤家，原来你事到临头还想他，哪里？当初沈家是昆他于己嘛。哦，你事到临头总算这个话了。能用毛58里挑一督军呀，能才华才好把对神人花，能文成3月成功，乱到心，冷静情，一问不明，落魄才天涯。就是嘛，不算的我，不说怎么样啊？不算什么巫山云啊，巫山云，无你着急平地花，会了，可怜我23岁，我的家。不关心，不关心，想笑话些往前想。愿成功不肯不交往，恨去风不退才真话。用我伤心，来自马富贵心痛，事到不对呀，我这里真觉得妈妈，今日里必水尽相他，啥时成语莫一句，原来曾经爱门房，此句是梅花结了两红。难逃我
现在我算是什么都明白了。钱这东西呀，是你的一分一厘都不能少，不是你的一分一厘都不能要。为了这千两银子，你我把性命都搭进去了。是啊，晨昏皇位渐渐我长，有些东西时而渐渐美不来的。可惜你我就要死了。哎，反正我们是事到临头了，对不对？你想不想知道什么是无上鱼呀？你告诉我啊，这种事情怎能因为不能言传？你想管什么？我想假设，要是有机会，老天再让你我一次，你想管什么？我想回到永华小酒店，过着最普通、最平凡、最快乐的生活。富贵，到今天我才知道。快乐的生活才是我真正的愿望了，富贵。
行走不远，小相对，内老稳定，情理为，到后来上上冒充亲家人，家逢虚妄都美，四辈鸡鸭在是老内相拥而泣，长岁。万花彩色春子地，原来永旺爱富贵，无论你贫贱与谁贫。我与你难交对，永相随。有啊，这个该死臣子到底在管什么？字面上夸一句，这是死了出了事，大家人头落地。殿下，我来了，我来了。这句好，这句好了。殿下，那请送一支去黄金30万两，李正宇亲自过目，并派御林军护送进城。好，呵呵，这个钱应送。殿下，你是大姐，我就是那个吃霸王餐的咕噜看呀。霸王餐？那，哎呀，我想起来了，果真是你。你怎么来了？我来还你钱啊。王姐，是啊，我都快死了，要钱做什么？大姐不好意思，上次吃了那顿霸王餐，连来甜。殿下儿要多做几天工，听我万章。这位殿下儿愚人心，对朋友，我怎么讲形容？白日子，就像你自己似的，你都快死了，要钱做什么呢？所以我想把钱啊，直接替他自买块保管。我替你们都安排好了，明日不当里里外外，我都已布置当店土当，只等活动一声，神头落地，我就替你收拾失礼。客官，神都山，神事，神经山，没想到你对我们万事出自真之所。富贵，你说的一点都不错，绿的神经在，属于好办事。
只不过判定是我们的儿子。他说，明王的光彩是用什么木材做的吗？殿下，请指教。别月造成一丝高，反挑彩下落丝桃，不知细叶谁参差，后月称风是街道驴，我明白了。告诉你，你要再找不到太子殿下，我就把你惩罚，就惩罚我。哎呀，李大人，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我把殿下接找起来了？喂，你一个小小的侍卫，就要把我朝顶朝？哎呀，哎呀，李大人，哎呀，李大人，你娃好色，你娃好色，他是。落水关还要飞几岁，落水关当时有一张，身看惊涛成不稳，大人你也来多笑往心。落叶西女缘根，倘被李贵传上你，要想做人做不好。你，哎呀，快来听啊！哎呀，李大，快来听啊！大分。天下公义，我立志，须得他带在列国去巡城。这个鬼奴才，气死老夫，气死老夫！奴才也该随本本岂可出言，从城。李大人，是我的不是，是我错，是我该死，我这就走。哪里去？找殿下去啊！回来，你到哪里去找啊？我要知道个真灵宝晚找什么你让他去吧，让他去，朝殿下要紧哦。且云送来也。
前死前之子，还宁愿别修前运送才死，仿佛对他生不要枉死无辜。奇了怪了，这世上有强奸、强权、强老婆的，我还没见过来抢死的。你是前运送，你如何必争啊？还宁愿必须过硬才死。那下来，请知府大人放了这一男一女，复古自审。上身冒充朝廷钦犯，在上加罪，一起问斩。兄王，富贵。我恰将犯作罪害恩人，披甲戴手，一命传。
闭关冒然故乡回，山东极西思桥近，日子方你二人共同结三推，玉碎子妇女的团官下头谁与文同民同爱的子汉全人妇娘曾其贵梅花熬过风风水，探子高府上千岁，自己又在梦中睡，事到如今佛也云地佛共慈悲，
把你没有做完的事赶快做完，老夫以后为仇复命。是，来呀，把青马要让屯的嘿，不会，三天天，我听了我才想起你回来的事，你身上有一匹牛，上面刻着10天天3个字，我一直真常难受，往今路上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名字哦。好听，天子有美，天下天下，天下。陛下，这吴家的子才给万死，老臣看见千岁千岁。殿下，他冒充的。殿下，你可是你的老臣吗？本王朝廷当今太子，本王32岁，目必杀从配害，本王配幽禁于人国，35岁配查到专播真实小计，20岁因专部写下配吴王保卫进度，本王几年来刀光亚会，28岁配封为从军。千岁，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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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配牛皮龙，还真香。乱云飞舞，复杂。想问我进门并不结过婚，自尊无上曾君家，弟子宁见多去苦，哪知朝中欲为娘，前门的我愿难绝，今因是错觉还真，且是光本王爷姐启动你玉龙笔，我去四方，有才子留着金空是配，万事破碎配孤王，多谢成功三爷郎，送本王陪马龙王夫妻与存了，用我不爱你，曾在我呀与芒场，过爱你伶牙俐齿才得讲，孤惭愧美句方色意，应声才切避锋芒。
小弟巧遇秦松，本王有心将他抱，欲用我扮作家夫去，将的求见见家王。才子运送去中军，他自去黄金30万两，今日换上王法皆是他，来生无功是退郎，他公子趁我巧妹，不枉你血算发上，自中年不苦啊，他名声死到了，自己真草堂，自己真草郎朗红色真情呀，真情呀，高大圣，殿下，老臣愚昧。你明知6万路专权作，恰一度隐忍，非良人所为。今后望你虚心革命，从左野沟查探奸臣，臣谢千岁，回宫弃驾为邦。钱吗？谁这是欠钱嘞？哪不欠钱？欠什么呢？欠我的什么菩萨云雨？父王，不用一生一世来还你。这我差不多。是。